有冇諗過香港社區點樣又環保又宜居呢？今日就走入位於樂富廣場嘅領展可持續未來館，帶大家認識一下打造宜居空間背後嘅智慧同埋學問。今年係領展上市20週年，未來館喺7月推出咗全新主題「人城共生，宜居空間的創宇造」，從科技應用、生態保育、人民關懷等，展示過去20年嚟建構更宜居生活嘅過程，啱晒一家大細邊玩邊學。入到展館，首先會嚟到270度沉浸體驗區，好似置身喺唔同嘅社區場景咁，似唔似大家嘅日常生活呢？揮下手仔，仲可以睇到其他人嘅生活小確幸。再行入啲就嚟到1:1打卡位，街市大變身。呢度將微縮模型結合埋 AR 技術，清楚展示傳統街市翻新之後變得更乾淨、智能，又能夠保留到人情味。打完卡後，旁邊仲有一個互動小遊戲，玩遊戲之餘，仲可以認識唔同社區設施翻新前後嘅面貌。另一邊嘅活化社區尋寶圖，可以用 AR 望遠鏡認識15分鐘生活圈概念。除咗美化環境、凝聚社區人氣，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元素，令你買餸、返學、休閒活動都可以喺社區內搞掂。翻新完社區，當然仲要管理啦。喺呢個節能科技體驗區，你會見到點樣利用物聯網同人工智能，令物業更低碳。例如自動調節室內燈光同溫度，提升能源效益，住得舒服又可以減碳。除咗人要住得舒適，小動物都要㗎。領展就喺旗下10個商場設立蝴蝶園，種植蝴蝶中意嘅植物，為蝴蝶提供穩定嘅食物來源同棲息地，喺都市形成生態跳島。而呢個藝術裝置入邊嘅蝴蝶，都係由廢棄鋁罐升級再造而成。大家可以一邊欣賞，一邊學習蝴蝶冷知識，令都市人都可以重新聯繫大自然。你仲可以去畫廊同畫好未來展區，欣賞藝術家嘅創作之餘，仲可以發揮你嘅創意，將作品搬上大銀幕。未來館亦設有免費導賞團同工作坊，歡迎公眾人士報名參加。領展可持續未來館多嘢玩到講唔晒，放假嘅時候，大家都不妨同屋企人或者朋友仔嚟發掘一下，一邊參觀一邊寓學習於娛樂，將綠色理念融入日常。呢度仲係免費入場添㗎。